perform five more equation MCQ 嘅18題啦。if 一個聯立方程一式係 log y 底4等於 x 減7啦，二式係2括弧 log y 底4二次等於8減 x 頂 y 等於咩咧？咁首先其實我哋可以直接將一式代入二式入邊啦，即係2x 減7嘅二次等於8減 x， 2x 二次減 14x 啦，加49等於8減 x 啦， 2x 二次減 28x 再加98等於8減 x 啦，咁你 2x 二次減 27x 再加90等於0。好啦，我哋試下撳咗 x 嘅 answer 出嚟先。2啦，負27啦，正90。x 咧，我哋咧就撳到 x 等於 7.5。我話6。好啦，我哋將 7.56 咧代入一式 log 4y 等於 7.5 減7，咁即係 y 係等於4嘅 0.5 次方啦。再嚟 log 4y 係等於緊6減7，咁即係 y 係等於緊4嘅負1次方咯。咁4嘅負1次方其實等於緊1/4， 4嘅 0.5 次方咧即係等於緊2。咁呢個答案咧就會係我哋嘅 B 課波啦。